樓市跌7成，鋪價咧就跌大概5成。但係呢一個浪樓市係跌3成，變咗你喺盤生意入邊嘅時候，喺間鋪頭個選址啊，做咩嘅生意啊，投資咩類型嘅生意嘅時候，你自己去跟住個市場嘅趨勢，所有呢啲阿伯嘅業主，佢識唔識得運用佢 AI 去為佢間鋪去增值、分析人流、吸引呢個租客，幫租客做生意咧？啲人行過經過遊客口渴嗰一刻，佢會唔會願意使30蚊去飲你杯珍珠奶茶？抑或慳翻個肚北上消費？慳翻個2蚊喺深圳嗰度飲，佢都要上去。咁你自己要去分析。Hello， 繼續翻到嚟師傅有請嘅時間，咁有我 Yumi 同埋咧身邊係有盛匯商鋪基金創辦人李根興喺度嘅。我都係屬虎喎。我唔講我屬乜，暴露咗你呢個整個呢個氹俾我踩嘅。喂，但係講啦，即係我哋上一集都講話點樣影響住咧商鋪市道。過去一段時間咧有2個氹。嗱，一個就係北上嘅消費啦，第二個就係網購啊，尤其是咧就係大家經過咗嗰個疫情啦都慣咗或者越嚟越多啦，係喺網上嘅平台去 shopping 啊、買嘢啊咁樣嚇，即係呢個會唔會係你上一集都提到啊嘛？持續性，即係買鋪或者投資啦，要睇個持續性，我哋點樣衡量風險？係咪都睇呢啲風險係咪有個持續性咧？嗱，睇翻整體成個商鋪市場先啦。成個鋪市咧嚟嚟去不離3個嘅行業嘅啫，一係就零售，買衫買褲買鞋買襪；一係就飲食，一係就服務業，可能係證券啦，可能係髮廊啦，可能係收甲，可能係一個地產代理啦嚇。嗱，市場咧永遠有統計咧，係講緊零售銷貨總值同埋呢個嘅飲食嘅總值。服務嘅總值就好難，因為銀行做幾錢生意，證券公司做幾錢間事咧，呢度好難去統計。咁啊，或者一個當鋪做幾錢生意好難統計。個香港嘅市場咧，就每使4蚊喺呢個零售市場，就1蚊咧係飲食嘅，即係大概每個月你睇翻就係400億擺喺呢個零售市場，100億就擺喺飲食嘅。咁但係咧最近咧過咗呢大概過去嗰5年10年之後咧，就喺個零售市場，因為點解有網購嘅出現啊嘛？有網購出現咧，就由4蚊就變成3蚊，即係話而家香港平均市場咧就係每3蚊去咗買衫買褲買鞋買襪，就1蚊去咗飲食。飲食個市場咧其實個餅冇細過嘅，個餅甚至乎大咗添嘅。不過只係話競爭者多咗。咁但係喺個零售市場咧，真係比以前咧係收縮咗嘅，呢個就肯定嘅。咁所以嚟緊呢個市場嘅時候咧，我睇翻咧北上消費咧，啲人會講北上啦幾個月啦，1年半載就厭啦，唔會上，呢個唔會嘅。呢個啦，我只係覺得北上消費隨住呢個大灣區嘅融合咧，只會越嚟越多人上去消費，呢個可以肯定嘅。你話未來5年10年後嘅今日北上消費人會少咗，呢個係騙案，唔會發生嘅。咁呢個係呃人，呢個係地產經紀講嘅説話，即係我唔想得罪地產經紀。不過就呢個係我覺得係會越嚟越多人北上，因為中港融合啊嘛。第二嘅時候咧就講緊網購，亦都只會越嚟越多人去網購，呢個可以肯定。亦都解釋點解咧？你知唔知Yumi？個上一次個浪嘅時候咧，講起呢個97去到03年嗰個浪啊，樓價跌咗幾成啊？知唔知啊？政府統計數字個個都講啊，97到03跌咗7成樓價，樓價跌7成啊！但係嗰陣時呢個 office 個價格嘅時候咧跌咧，又係大概就係跌緊都係大概7成。鋪咧嗰陣時跌得相對比較少啲喎，鋪咧可能跌大概5-6成到嘅啫。咁咧，但係今次呢一浪嘅時候咧，其實由幾時咧？工商鋪咧係由2018年最高位，中美貿易戰之前跌，之後社運啊肺炎嘅時候咧，再通關咧跌到而家啦，都未止跌啊，係跌咗超過7年，所以而家每跌多1日咧，都係比上一個浪2003年去到之前係1997年嗰6年嘅浪咧，每跌1日都多過上一個浪嘅。但係上一個浪咧，樓市跌7成，鋪價咧就跌大概5成。但係呢一個浪樓市係跌3成，鋪價跌幾多啊？ Office 跌得最深係跌5成幾，鋪價就跌4成幾。咩意思咧？今次呢個浪咧，工商鋪係跌得多過樓嘅，亦都反映咗係點解？就係呢個嘅替代嘅效應，北上咯，或者係網購咯。咁咧呢個絕對係會影響過香港嘅鋪嘅價格。但係當然啦，有其他因素嘅時候唔會跌到零嘅。仲有第3個因素就係遊客咧。
嚟到香港嘅時候啦嚇，其實嗰個嘅旅遊嘅模式，甚至乎消費嘅模式啦，都徹底改變咗嘅喎。咁所以對比翻以往嗱，我哋以往就經歷過沙士之後啦，其實因為當時就有內地遊客咁啊嚟到香港嘅時候，跟住咧就有刺激到帶動到香港嗰個零售業。但係今次啦，疫情之後咧，徹底唔同咗。仲有第三個因素啊，就係遊客。咁佢哋嚟到香港啦，即係無論係嗰個嘅旅遊嘅模式啊，定係消費嘅模式咧，都同以前唔一樣嘅喎。即係呢度會唔會都令到點解你落到區啊，同啲做生意啲老闆去傾嘅時候，佢哋同你嘅反應就話嚟緊啦，可能個經濟啊，甚至可能啲生意啊都係 L 型嘅啫。你自己嘅判斷係咪都係咁咧？因為數數下都越嚟越多呢啲嘅利淡啦、負面嘅消息都係持續落去。我諗啦，有3類型嘅商戶諗法啦。絕大部分人而家香港做開生意都覺得係 L 型啊，但係有啲人咧難免咧會覺得係一個樓梯級型，係咁落去嘅。當然啦，好嘅時候可能係一個 U 型、V 型反彈啦。但係留意翻嘅時候係乜嘢人會覺得係 L 型，甚至乎係一個樓梯級咁不斷地落去咧？就係通常都係即係難聽啲叫做一成不變嗰啲嘅商戶。做開咩咧？可能普通一間嘅茶餐廳，做開街坊生意啊。咁啊，但係問題呢班街坊生意嘅時候有個問題要出現咗咯。過去呢5年10年嘅時候，香港好多人移民咗。第二嘅時候，老街坊又北上咗，咁所以咧變咗佢淨係繼續做佢快餐常餐一成不變嘅話，難免咧佢生意一定係難做咗，就唔係 L 型啦，係樓梯級型咁落去嘅啦會。但係如果佢能夠舉個例子，喂，不如咁啊，做多啲媒體抖音又好，小紅書嘅推廣啦，吸引多啲新嘅內地遊客過嚟啦，又設立多啲嘅打卡嘅位置，能夠人哋幫襯完嘅時候咧，能夠 po 上網，俾吸多啲嘅 fans 嚟啊，同埋推出多啲香港特色嘅產品啦，特色嘅菠蘿包又好，特色嘅點樣打卡位又好嘅時候咧，咁自然咧，香港始終遊客係越嚟越多，同埋而家講緊唔係淨係4大核心區有遊客喎，唔係尖沙咀、銅鑼灣、旺角、中環，而係18區區都係區都係景點啊！而家香港政府喺度推緊啊嘛，所以如果你係能夠可以做得到，即係無處不旅遊，令你特登嚟到你個鋪頭去打卡，去你所改變去服務呢班新嘅遊客過嚟嘅時候，咁除咗街坊以外，你繼續做，但係有啲新嘅遊客過嚟，佢哋消費力又強，佢哋唔係講緊消費，總之你記住人頭消費而家咧，總之斷人頭消費單價計嘅話咧，食嘢嘅幾廿蚊以內。嚟到，喂，人哋你打張卡去睇個風景又好，睇棟大廈又睇個碼頭又好，經過都要飲杯茶食個包啊，幾廿蚊嘢啫。消費咧，再唔係買咩名錶啊、珠寶幾萬蚊，係講幾百蚊以內買個曲奇餅啊、咩餅仔啊，或者咩熊仔啊，咁或者係一啲嘅手信仔嘅時候，香港特色你發覺咧，佢哋又大排長龍喎，即係你自己要去改變，迎合呢班嘅遊客同埋內地遊客嘅口味咧，咁你反而咧而家就叫做咩 winner takes all 啊，小撮人就賺緊大部分人嘅錢咯，咁但係奈何大部分人咧唔願意改變嘅話，就難免生意比以前會更加差。咁你睇係咪因為嗰個經濟嘅結構啦嚇，都出現咗一個變化，而形成嚟緊嗰個趨勢都唔同咗，咁大家都要適應翻新嗰個趨勢啦嚇，順勢而行咁樣。我諗咧未通關之前咧，18區香港人咧就好似一個困獸鬥咁啊，即係一個花灑啊嘛，啲錢係咁灑，因為你捐窿捐罅係咁灑啊嘛，佢哋經過就自然咧都要濕腳，就自然有錢要使噶啦。但係你一通關之後嘅時候，香港人好精靈噶啦，咁全部北上消費啊，去旅行都好嘅時候啦，咁點啊？就呢個花灑咧，其實你睇翻啦，香港嘅經濟啊、消費嘅總值咧係冇細過喎，但係呢個花灑變成咩？變成一個水喉喎，變成一個水喉，主力咧係倒咗落核心區啦、遊客區啦，同埋倒咗落嗰啲嘅商戶咧，就係懂得去變嘅，懂得宣傳，吸引呢個內地遊客去光顧消費嘅時候，呢個水喉就係咁肥住佢。但係奈何咧，少部分人接緊呢個水喉嘅水，但係大部分人咧都乾塘，所以點解個個都覺得經濟環境差咯？但係你留意翻嘅時候，包括老虎證券做啦，好多證券公司、好多銀行、好多財富管理嘅公司係咁開鋪嘅喎，而家咁佢哋唔係接到個水喉咯，咁但係咧奈何佢之前嗰間執笠嘅就係接唔到呢個水喉嘅時候，就係個花灑收水，所以而家成個經濟咧係轉型緊，係少部分嘅人賺緊大部分人嘅錢，包括鋪嘅業主都係嘅，純粹坐喺度好似以前咁，就揾地產代理啦，放租算數，翹埋隻手收租算數咯。咁啊，某大地產代理老闆都話，
就純粹買間鋪收租呢個時代過去啦。我哋都要積極地諗多啲點樣揾個租客，點樣幫個租客宣傳推廣，點樣令到佢生意好啲嘅時候，業主同埋個租客大家雙贏。再加入多啲咩 AI 嘅元素、人工智能咧，先至能夠可以做翻個鋪市。因為我都相信喺鋪界都係少部分人會賺大部分人嘅錢咯。另一個即係結構嘅變化，頭先都提過，就係電商嘅平台。但係咧，而家有內地嗰啲嘅平台啦，或者企業啦嚇，都越嚟越多啦，喺香港呢度咧去擴大個餅。咁第二樣嘢咧就係、都有本地啦網購嘅平台啦嚇，係啦都有睇到就話點樣去即係同實體店嚟到去競爭嘅，打冧晒佢哋嘛要。係啦，有啲咩評價會唔會哇越嚟越競爭大？咁對於實體店咪即係店鋪咯，咁嚟緊嗰個嘅投資嘅環境都越嚟越差咧。我從來冇講過就係話網購不會影響實體店。我亦都從來冇講過北上消費不會影響實體店啊！我亦都從來冇講過遊客嚟到香港消費降級咧係會唔會影響實體店？呢三種嘅因素其實啱啱 Yumi 你都講過，係絕對影響實體店嘅價值嘅。唯一就係好在就係呢啲嘅，因為呢啲係代替品嘅時候咧，係唔同一啲嘅菲林啊，即係好似菲林相機。就轉做一個 digital 數碼相機咧，係一個 complete substitution， 即係完全嘅代替品啊！又或者嘅時候咧 ，fax 機而家變成一個 WhatsApp 啦，係一個完全嘅代替品啊！咁但係咧好在商鋪呢個市場唔係一個完全代替品嘅。舉個例子，點樣打低實體店都好，我估啊，無論邊個大人物講話要打低實體店都好嘅時候，髮廊都要整頭髮係嘛，車房都要洗車係嘛。老人院都要住下老人家係嘛？呢啲 AI 唔到，呢啲 AI 唔到啊嘛！間餐廳我坐喺度我拍拖啊嘛，大佬我想摸住你隻手傾偈啊嘛，咁網上真係做唔到係嘛？咁所以從呢包括證券公司度客人入嚟個門口度開個戶口之後再網上交易都好嘅時候，咁起碼嗰種面對面嘅感覺呢個係代替唔到啊嚇！所以點解我覺得完全打死實體店係唔會發生嘅？係唔同話呢個菲林被呢個嘅數碼相機代替，或者亦都 fax 機被呢個電話代替，或者被呢個 WhatsApp，呢個係唔會。咁但係咧係一定會有影響。咁包括如果電腦冇發明過啊，所有 office 都值錢啲，因為點解個文件都要擺多啲啦，唔使一隻手指就全部文件喺晒入邊啦。咁個都唔可以 work from home 啦。所以但係問題係時代係會改變，咁你咪迎合佢去改變，變咗你喺盤生意入邊嘅時候，喺間鋪頭個選址啊，做咩嘅生意啊，投資咩類型嘅生意嘅時候，你自己去跟住個市場嘅趨勢，國內3大品牌過嚟攻擊香港啦，再加埋本地嘅網購大平台有攻擊嘅時候，咁有啲鋪頭咧會最受衝擊，但係有啲嘅鋪頭相對地係受惠嘅時候，咁你買啲受惠嗰啲咯。咁照咁講，其實個結業潮都未必完得晒。我從來唔會完啊！結業潮係我自己見嘅啫，呢啲叫新陳代謝，係永遠唔會完嘅。即係新陳代謝是不會完的，因為結業潮嘅時候咧，原因就係佢個牌子可能老化咗，佢繼續做翻佢以前嗰種固有嘅模式，咁自然點啊？舊嘅客人可能移民咯，可能北上消費咯，可能網購咯，咁佢新嘅客又未必想幫襯佢，咁自然舊嘅客走咗，新嘅客又唔幫襯佢，因為佢宣傳嘅手法做嘅模式又唔係吸新客嘅模式，咁自然就會有結業啦。當然個個都覺得非常之可惜，非常最好香港係冇生意結業嘅。但係如果冇生意結業嘅時候，又何來有新嘅位置俾新嘅生意去擴張咧？咁所以我覺得結業潮係唔會終結嘅。好啦，咁講到呢度啦嚇，因為你提過啦，有危就有機。咁頭先危啦，即係什麼結構性嘅變化，或者啲負面嘅因素都仍然係持續啦，都會繼續影響住嘅。咁當中嘅機會啦，你會點樣俾投資者喺呢個商鋪市道啦嚇嘅投資者有啲咩嘢建議咧？嗱，啱啱咧我嚟之前嘅時候咧，我先至同幾個嘅資深經紀去傾偈，係鋪界做咗幾十年嘅。我就問佢而家係咩人買鋪啊？佢就同我講，而家工商鋪嘅市場，佢話啦，最差咧係工廈。工廈咧舊式嘅工廈真係因為太舊啦，真係冇人要。OK， 咁啊第二差嘅時候咧，佢以前覺得係 office 嘅，但係而家唔係，佢覺得係鋪。點解而家 office 好咗咧？因為中資嚟香港一支支咁樣去買啊。咁啊，但係鋪咧，佢話點解都覺得相對地咧比工廈好啲，但係又冇 office 咁好咧？原因咧，佢話而家出嚟買有咩人買嘢？佢話全部呢啲阿伯。佢話以前啲阿伯出翻嚟買，
即係以前啲阿柏啊、All Cash 啊供甩晒嗰啲嘅時候咧，就出翻嚟。但係第二、第三代嗰啲都冇人買鋪，佢咁講喎。咁我問佢多唔多中資買？哦，中資買一支支嘅寫字樓多啲，做總部啊嘛。咁啊投資移民都係少數啫。但係而家多翻出嚟買嘅係阿伯。嗱，負面地去睇，咁死啦，淨係咁少阿伯去買鋪。咁從正面去睇，喺嗰一刻我先同佢，哇，咁就好時機啦。因為點解咧？所有呢啲阿伯嘅業主，佢識唔識得運用佢 AI 去為佢間鋪去增值、分析人流、吸引呢個租客、幫租客做生意呢？或者係一個盤子一嚟到嘅時候，就馬上分析到同區嘅消費，呢間鋪值得嘅投資嘅金額嘅租值將會租到幾錢呢？同行嘅分析係幾多呢？即係善用科技，阿伯我估佢未必到，未必佢純粹就係買咗間鋪度收租咯，揾地產經紀去放盤咯。咁但係我都幸運地，希望你唔好覺得我係阿伯啦嚇，我都仲有幾廿年先到阿伯，我咪即刻同同事講，好，我哋一定要全公司要擁抱科技，我唔知抌幾百幾千萬都好嘅時候咧，我就係要成間公司科技化，就係點樣善用呢個人工智能嘅時候，幫我哋分析點樣揾租客啊，點樣租咩鋪啊，點樣買咩鋪啊，人口消費啊，點樣同埋幫埋個租客手點樣做多啲生意時候，如果我哋公司行到呢一步，我哋唔係戰勝晒香港所有10萬間街鋪其他嘅阿伯咯嘅業主咯，所以呢個唔係叫有危有機咯，亦都啱啱解釋，我唔好話我自己賺好多錢啦，但係嚟緊嘅香港市場，永遠喺科技嘅市場就係少部分嘅公司係賺大部分人嘅錢，亦都解釋點解美國7雄就係嗰7間公司已經係佔大部分嘅市值咯，可能係咁，唔係話我自己犀利啊，我亦都冇佢哋嘅本事，但我成日都覺得要擁抱個改變嘅時候，永遠係有危有機咯。但係咁咪會好，即係投資再大一筆嘅錢咯。哦，咁冇嘢，係少數啫。大間鋪2、3千萬啦，抌幾百萬、幾千萬，科技又係少數啦。我始終覺得嗰啲係少數。但係最重要嘅時候咧，就係始終喺個鋪頭，我哋點樣？你純粹去炒賣係唔 sustainable 嘅，冇個 continuity。而係每一間鋪，我哋買入嚟嘅時候，係分析到適合嘅價錢，要幫佢增到值，幫到個租客去做生意。佢生意好，自然能夠交低嘅租金嘅時候，再賣出去嘅時候咧，而家我哋賣俾好多大陸客嘅，都係幫佢管理埋間鋪頭，咁咪大家雙贏咯。咁租客賺到錢，我又賺到錢，新嘅買家又收到租嘅時候，咪大家3贏開心咯。但係問題就係話咧，喺市場上咧，有好多人第2、第3代啊，都覺得鋪咁老土冇人要㗎啦。但係最重要，去翻個 fundamental 就係你嗰間鋪，我唔知你喺邊度。舉個例子，喺呢個尖沙咀嘅金馬倫道，普通嘅一間賣呢個珍珠奶茶嘅鋪頭都好嘅時候，啲人行過經過遊客口渴嗰一刻，佢會唔會願意使30蚊去飲你杯珍珠奶茶？抑或慳翻個肚，北上消費，慳翻個2蚊喺深圳嗰度飲，佢都要上去。咁你自己要去分析，究竟呢啲人會喺度消費，定下下網購等多半個鐘頭都好嘅時候咧，都唔喺你間鋪頭度買咧？咁你自己去分析。如果覺得係冇乜大影響嘅，咁梗係買得過啦。咁如果真係等到北上先飲嗰杯嘅珍珠奶茶，咁真係唔係好口渴啦咁樣。嗱，頭先我其實咧咪問咗你個問題嘅，咪覺得嚟緊嗰個市道係點樣啦嚇？咁你覺得係即係一個一般嚟講，因為你都知道有分唔同嘅區域，咁頭先你都好詳細講解啦。一般嚟講，都仲要再跌幾多先至係有個比較好啲嘅反彈啦？定係你話唔係啦，而家已經見底啦？你嘅判斷係點樣？香港其實最主要有2樣嘢好，就香港一定好，股票好，樓市好。香港唔會衰，我未試過聽過樓市創新高、股票創新高，香港經濟好差，我未聽過。OK， 但係咧，因為尤其是係樓市。坊間有好多人哋非正式嘅統計，講緊4-5成香港人嘅資產都喺樓嗰度，OK， 仲多過股票。咁咧，發覺樓市咧，而家1年嘅成交量咧，講緊大概5-6千億港幣，每年成交量5-6千億港幣。鋪市啊，每年嘅成交量講緊幾多？講緊100-200億港幣，即係話樓嘅成交量係鋪嘅成交量嘅30倍。樓可以夠鋪，鋪夠唔到樓，因為鋪太細啦。咁但係又留意下翻喎，喺樓市入邊嘅時候咧，嗰5-6千億成交量一半係自用嘅，自用買樓嘅人咧唔會炒鋪嘅，但係有另一半咧係投資者，所以你成日睇新聞啦，一圈圈咁買啊嘛，而家係，咁投資者係睇咩？睇回報嘅，隨住嘅樓價一企穩，回報甚至乎嘅時候開始下降，因為樓價升就自然回報下降。喂，買樓原來得個3-4厘回報，買間鋪有成5-6-7厘回報喎，只要有一半呢個投資樓嘅人嘅時候咧，有部分人將資金搬過去呢個鋪市，1/15嘅資金搬去鋪市，鋪市嘅資金已經多1倍。咁所以點解咧？最緊要樓市企穩，
一企穩嘅話咧，有好多樓嘅投資者就會覺得，喂，買樓投資得個3-4厘回報，買工廈、買商廈或者買鋪嘅時候回報分分鐘高到5-6-7-8厘都好喎。坊間有啲美式連鎖店講緊嘅回報，利庫又好，樓上都嘅時候講緊成5-6-7厘回報喎。咁嘅時候唔需要個信，只係1/15嘅人信，已經鋪市嘅成交量已經馬上多倍咯。咁所以點解咧？最緊要就係股票穩，金融好，樓市穩，咁自然咧工商鋪就會穩嘅啦。同埋你睇翻過往香港嘅歷史咧，根據政府差餉物業估價署93年有數字到而家，樓市升就工商鋪都升，樓市跌就工商鋪都跌，從來唔會話樓市升工商鋪跌，樓市跌工商鋪升，唔會。不過即係個幅度唔同，個幅度有唔同，但係大趨勢嚟講一定係跟住嘅。咁睇嚟，下次如果我哋見到個股市同埋住宅嘅樓市有啲咩變化嘅話，再捉你上嚟。所以我自己預期工商鋪而家係咪築底？我覺得未，真心説，我覺得未。而家係講緊11月份嘅時候咧，幾時咧？再過得大概差唔多3個月到半年度，應該下年嘅2026年嘅3-4月份啦，就應該築底。Provided that 咩？樓市係繼續企穩喎，繼續有少少上行啊嚇。但係如果繼續樓市倒翻轉嚟，啪咁線落去嘅話，工商鋪唔會穩嘅。所以樓市 Provided that 係企翻穩，慢慢甚至乎有少少微上升嘅話，而家未築底，因為工商鋪仍然好多抌緊貨出嚟。但係去到下年大概3-4月份嘅時候，只要樓市繼續係企穩，下年3-4月份就係築底嘅時候啦。OK， 非常之多謝 Alvin 你嘅分享啊！係啊，咁希望我哋之後下次再見面嗰陣時咧，就大家都真係會滿面笑容啦，喺條街度咁啊，大家都開開心心啦，咁樣啦，虎虎生威，步步高升。人哋要我哋新年啊過年嘅特備節目啊 ，OK， 好啦，今集嘅師傅有請嚟到呢度啦，咁大家對於今集啲咩意見嘅話，歡迎留言話俾我知嘅。仲有記得啦，就係 like 同埋訂閱我哋老虎證券嘅 YouTube channel 啦。我哋下一集嘅師傅有請再見啦，拜拜。拜拜。